永續從來不只是環境議題，對一座城市而言，永續同樣考驗着治理能力。當發展需求與文化保存同時存在，如何透過制度協調不同價值，考驗的不只是政策設計，更是城市面對未來的智慧。在台南，這樣的挑戰尤其明顯。當道路開闢、公共建設或都市更新工程啟動，發現文化遺構的幾率遠高於其他城市。保存歷史是社會共識，推動建設也是城市發展的需求。古城成員，作為台灣歷史發展最早的城市之一，數百年來，不同政權與族群在此留下生活痕跡。看似消失的街道、建築與聚落，其實藏在土地之下，成為城市發展的一部分。工程開挖，挖的不只是土壤，更是不同時代交錯的記憶。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當發現疑似文化遺構時，工程必須暫停，並進行調查與審議。制度的設計是為了避免珍貴的歷史資產在開發過程中遭到破壞。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停工所帶來的時間成本與不確定性，也讓文化保存與城市發展之間的平衡成為社會持續討論的課題。工程在進度上，我想我們要大家加把勁了哈，因為在這個鐵路地下的工程裡面，在台南市的交通造成了民怨，但是我們希望能夠這個民怨能夠降低下來。那我們的工程的進度也希望能夠並進，內側不對側，還有一部分會修復以後會再移植回來。但是移植回來，我們不要影響整個鐵道局它原本的整體規劃。我們現在還在探查當中的這些遺構，會不會再次的影響到，或者是我們接下來繼續在施工的過程當中繼續挖，然後就會延宕到我們的整體的工期的一個狀況，這可能要請我們鐵道局，那甚至說我們第3次的修正計劃什麼時候才會讓我們的鄉親朋友知道說可能繼續會延宕到什麼樣的狀況才會完工。那我們今天針對是我們的文資的部分，那當然文資處的部分，我們就是有發現說小東路南側府城園遺構的部分，在110年度之後就沒有再提送這個所謂的這個計劃的一個保存的修復的計劃，還有2處還在處理當中，一個是機關庫的一個移置，另外一個就是糖豆的一個遺留的一個調查，所以目前是屬於一個所謂這樣的一個進度的狀態，只是一個尾聲的一個狀態了哈，所以後續我們這邊如果再有一些發現的遺構的發現，我們還會跟施工團隊這邊來共同協力哈，再把整個一個影響的期程呢降到最低哈。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是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自工程推動以來，沿線陸續發現多處不同時代的文化遺構，從史前聚落、清代建築遺跡到日治時期的生活空間，讓原本單純的交通建設意外成為一場大型城市考古行動。對考古學者而言，這些出土遺構提供了解讀城市歷史的重要線索；對工程單位而言，則意味着工期、設計與預算必須重新調整。當歷史被重新發現，也讓城市不得不重新思考，應該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一個基地6個建設公司。每一個公司平均都花300到500萬不等。另外一個也是我後面才得知的，我們上華有一個建案，也是文資考察2處，大概文資考古的計劃，可能它的費用可能要花到近5000萬。
2處遺址加起來5000多萬。事實上，那是民間的考古公司，那他們的一個定價的一個邏輯，其實是先經過前期的一個文資的調查，然後之後才會知道說他所找到的那些可能的量有多少。所以目前報價的一個邏輯，大概是因為那個量來做一個評斷。這些問題看似圍繞着文化資產，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座城市如何治理自身歷史，以及如何為下一個世代留下選擇的空間。當文化資產保存逐漸成為公共政策的一環，如何兼顧歷史價值與市民需求，也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課題。然而，為什麼這樣的情況在台南特別常見呢？答案與這座城市的歷史結構有關。在整個考古發掘，我們發現到在南科地區生活的史前人類，其實是海洋與陸地是共進並存的。好，那麼也就是因為有考古的這樣子的背景，就可以讓我們發現到非常多的這樣子的我們不太了解的一些狀況，甚至呢。我們發現到在5000年的時候，南科已經發現有碳化的稻米和小米。那麼這個也是把我們早期的教科書上會認為，稻米可能是漢人引進來的，好，那麼不應該在台灣出現，就沒想到在5000年就有稻米。從荷蘭時期開始，台南逐漸成為台灣最早的行政與貿易中心。到了清代，府城建立成園，城市範圍與空間秩序逐漸成型。數百年來，新的建設不斷覆蓋舊有空間，不同時代的生活軌跡也因此層層累積。換句話說，台南並不是一座將歷史留在博物館裡的城市，而是一座建立在歷史之上的城市。也正因如此，當代開發往往更容易碰觸過去。我們是宗教之都是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們的廟宇寺廟是全台灣最多的縣市。但說到文化古都，你看掘地3尺有古蹟啊，就是我們真的是挖地蓋校舍或是做公共工程一挖底下是古蹟，工程就要停止下來。我們在西港的道路也是，在哪裡的好多地方都碰到古蹟都要轉彎但是我們能夠把它現地保留，成為一個文化瑰寶的一個這個實作場地，就是在我們永福國小。而在南科考古遺址出土的陶器、石器、人骨與聚落遺跡，更將台灣歷史向前推進數千年。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碎片，拼湊出的不只是古人的生活樣貌，也讓我們重新認識這片土地的過去。考古遺址呢，也許在它的這個遺物裡面可以透露出10000個資訊，人類活動的資訊。那麼其實透過我們的發掘，其實我們能夠把這個資訊呢能夠完整的呈現出來的，不會到10000。不可能的。所以呢，它是會損失，甚至會遺落很多的資訊。那麼考古學者在發掘的時候都會有這種情形，更何況是沒有經過考古發掘，沒有經過專業的這些考古發掘或是科學的這些的研究，那只是一個工程這樣子去做一個勞動的話，那它受損以及遺失的資訊會更多。所以呢，我們為什麼對於這些遺址呢碰到之後，我們必須要先暫時停工。那暫時停工不代表說我們這個工程不能繼續，我們要去做評估。那當然早期的時候我們在做工程的時候，常常就是工程一碰到遺址就必須停工，那他們也會認為說在資金上面，在人員的調度上面會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比整個人類資訊整個損失掉的這個成本來算起來，其實是
不是很大的。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許不是文化資產太多，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更成熟的制度，在規劃初期即掌握文資潛勢，降低開發過程中的衝突。如何透過更透明的程序與更明確的時程，減少不必要的對立，又如何讓保存的成本與效益成為整體社會共同承擔與共享的價值。透過搶救考古的方式，把埋藏的歷史文化資產呢移地到博物館去做保存，用這樣子的方式，這些都是方式。所以它不是兩者必然對立的一個現象，而是只要時間允許，從容的規劃裡面的話，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降低開發跟對文化資產的衝擊，或同時也提升了文化資產跟大眾的接觸面。永續發展從來不只是經濟成長或基礎建設的累積，對一座城市而言，如何保存歷史、傳承文化，同樣是永續的一部分。因為城市的未來，不只是建立在新的建築之上，也建立在它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台南所面對的課題，不只是文資與開發的選擇，而是一場關於文化保存、公共利益與永續治理的長期考驗。